你我千萬年，活水流進我生命，讓我散發基督的香氣，讓我決意一生這天國嘅福音要傳遍天下，對萬民作見證，然後末期才來到。耶穌話：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，你哋就要必得着能力，並要在耶路撒冷、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，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。